新闻头起先来赶紧关心，准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佮公布新内阁的名单，包括内政部长刘世峰、交通部长李明安、法务部长陈明谦、甲教育部长陈英耀，也佮有文化部长是要找本名号做李婉的作家小野来接任。杜英泰表示，希望新的部长会当为人民活用因的专业。罗清德5日空都要就职总统。准行政院长杜英泰公布第2批新内阁的人事，包括内政、交通、法务、教育、甲文化部等5位部会首长。杜英泰指出，新部长拢有稳定前行的条件，而且有专业领域的知识，希望因解决问题找到新的方法，为新的问题找到好方法。行动创新内阁团队给国人带来更多的安心跟信赖。内政部长由刘世峰来接任，伊捌做过3届的立委。总统府副秘书长等等的职务，对国会甲行政单位沟通拢有经验。也那交通部长是目前行政院秘书长李明安，伊任内协助推动精湛基础建设，而且有土木工程的背景。法务部长是现任台北地检署检察长陈明谦，教育部长是即马中山大学的校长陈英耀。其中真受关注文化部长这个职务，是本名号做李婉的作家小野来接。因为伊应过捌是民众党主席郭文哲选台北市长连任的竞选总干事，这个入阁是真受大家关注。4月初之后才接到征询，然后我犹豫了蛮久，因为我们家人都很担心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一直问柯文哲，我对每一个机会都会把握学习啦。我想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原因吧，没什么政党属性。针对其他各县人选有真侪风声，亲像驻日本代表谢中庭传出会接司法院长、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接外交部长等等。杜英泰强调讲，程序的工作还在进行，希望各界莫越来越去。司法院的人事啊，一方面是时辰未到，而且也没有做任何的讨论，也没有任何的计划。同时，这个也是总统的职权了，一一的、逐步的跟大家做报告。那520一定是一个完整，而且是有纪律、有共识的团队一起的出现。杜英泰嘛表示，已经甲现任的院长陈建仁通电话，对于带领国家的打拼甲辛苦表达感谢，嘛希望亲身去甲请教行政院工课经验，好交接的工课顺利进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